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，阁会持续几啊天哦。啊，这个菲律宾东南边的热带扰动，这2天持续来增强，无排除会变成今年第2号的风台。啊，这礼拜5开始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花莲、台东甲恒春半岛会开始来落雨。天气真正足热的，到游乐园去刺激一下，但是寒一直流嘛是冻袂掉。就是可能在家多抹那个防晒油这样子，还有防蚊液。搁较热，大人囡仔嘛是生甲真欢喜，只不过水果、线、目镜、帽仔拢爱炸，来一支冰淇淋凉一下，超过30度的温度，这款的天气可能要几啊天。太阳加热效率非常高的情况下，各地都是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。各地的气温基本上都在31度以上。倒位上热呢？规个台北地区、中南部、靠外山区的所在，还佫有台东、花莲，拢要注意有36度的热浪。这个时阵，菲律宾东南边海面顶悬的热带扰动嘛来啊。拜4、拜5可能会变强，变成是热带性低气压；拜5和拜6甚至有可能变成是轻度的风台。但是对于台湾来的机会较低。在星期5、星期6以及星期日这3天呢，它所伴随的比较潮湿的东南风，会为花莲、台东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带来一些局部短暂阵雨。无落雨的所在嘛是感觉真翕，尤其是礼拜要出游爱洗字，过到了后会落雨，到山区还是溪边耍水，拢爱较洗字咧。雨伞、雨抹早咧较保险。